麦克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啊？你这样做破坏了我跟雷珊珊之间的感情。唉，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得跟他见面了。你说我是不是得跟他讨个说法？啊？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一个解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又假装没听见是吧？没劲了！你捣什么乱啊？可风现在天天陪着杨大伟，乐琛也走了，冬眠也让我给骂跑了。我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，我生气。跟你说话呢。你看什么看？看得懂啊你啊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. Now I want to tell you all that no one is happier and more honored than me. 那今天一天没来会所，估计应该不会来了吧？他跟我生气了。My name is Mike, and I will be your MC for today's event. But first, maybe I must say a few things regarding today's soiree. 下面我想请唐人画廊艺术总监，也是今天 party 的美术顾问王老师。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光临本次展览。我本人对担任这次展览的艺术顾问也感到非常荣幸。将骏马和珠宝结合在一起是本次展览的主题。这个创意非常的大胆和新颖，具有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，本次展览的创意是来自于一位非常优雅、非常美丽的女性，她就是我们的雷闪闪小姐。现在，请大家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她。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下午茶、丰富的甜品，请大家享受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王老师，其实今天我主要想要对你说一件事儿。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感觉的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所以，我希望你可以做我的。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哦，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珊珊，抱歉，我有个急事需要马上离开。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啊！谢谢你的生日礼物，谢谢。王老师辞职了。
雷闪闪，这么多年，这么多问号，你为什么不问他？你问呢？问他。王老师，好久不见。珊珊，好久不见。咱俩有多久没见了？1年、2年，估计你也记不清了吧5年，真够长的。珊珊，要不我们改天再聊，明天好吗？明天，又是一个明天。你的明天，就是好几年。这一次的明天又会是多久啊？珊珊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真的。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是1句话2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的。骗子！哎呀，哎呀，老婆，我怎么发现你有点心不在焉、敷衍了事啊？啊？妈，我可能最近工作比较忙，忽略了继续学习和进步。老婆，有些时候吧，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啊。嗯。老娘们儿。